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醉心恋》。春暖，是你啦，歹势啦，你莫甲我讲话啦，我无想要杀你，拢是你的代志，拢是恁家的问题，你莫在加好心啦，我无想要杀你，你出去，你出去啊！秋英，干咩去了？出去了，干什么？我拜托你，你出去啊！秋英啊！哦，你这破格查某，你要算我杀你也无了，你要假死！秋英，你想，这我恁来受限度了咯，你带我变我这就怕你哦。哎呦，你什么？啊，来了，有点压力啊，莫向人家冲，莫向人家冲。无啦，亲像这个男娃囡仔吼，无小个教事情吼，伊唔知推袂几斤重。哈？你讲咩男娃囡仔？啊！哎呦，水仙啊，你去酒消啊，莫安尼啦，好无？有啊，你什么边啊啦？你唔知影啦？伊头拢看我摆脚无着啦，当作我这摆脚好欺负啦。今仔这场面拄着啦，要甲伊拼哦。以后大家拢看我袂尊重我啦。安怎？你也想袂哦？无要紧啊，你两个做伙来啊，我来惊你哦，来啊，来啊！少年，哪里伫咧讲的？咱做人若要别人尊重哦，都要先尊重家己。啊，你尊重我？你尊重我？哈？你尊重我？哈？你尊重我？你是要了什么哈？你干咩人甲你尊重？我拄则你讲，做人若要别人尊重，你要先尊重你家己，听有无？知无？啊？我知影一等你有尊重我啦，啊无吼，你袂晓讲家开啊一钱甲买块土地，安尼好啦，你有尊重我，我就尊重你，安尼叫做互相尊重，对，安尼歹势，歹势，歹势，歹势啦，啊用来我这，好，歹势，水帮忙，你实在是哦。歹势。哎，
你看我到亲像海玲哦，是什么海宁哦？要等竞赛等无来，去等热石头，大闹两江。哼，唉，想到足厌气的。这蔡英山是咧创啥？啊，甲我答应讲要来，啊，佫无来。啊，若唔来哦，伊嘛小敲一下电话来讲的。做人的原则都唔知影。尤林啊，我应该若当遮甲你交了一下嘛，够方便。哪有啥问题啦？这环境足多啊。我明仔载啊，来甲蔡医师见一下面。若假使讲我看唔到人，安尼我会真遗憾。希望讲伊唔人有我失望。我是一个故人，自我捌代志开始，特别我若是孤单无伴的时阵，我就会打电话来听报时台。我唔相信讲人性本善，有人遮奸猾，只是为着要同情我、利用我，无人会真正来关心我。忘掉，无人会来关心我。减奋斗30年，我到底是咧孝顺啥物？你这个囡仔吼，实在是真害！啊，你唔讲咧水茫茫是要创啥啦哈？有啊，等下甲咱斗个嫁就无成啊啦。哎。啊！你都无影咧酒醉啊？酒醉，恁囝万底亲戚啦，酒醉。我问你啦，啊，当你安尼做是有啥物好处啦？啊，就爱什么好处？欢喜就好啊。唉，有啊，啊是咧吐什么大气啦？哇！你哪一直甲我看？你是毋是看恁囝愈来愈缘投？看你啊！啊，我若安尼看到你吼，这心肝头吼，都安尼一直要做起来啦。有啊，时间无早啦，好去困。爱困你先去困啦，我要等手金仔转来。啥？你要等手机吗？嗯。好啦好啦，要等就互你去等啦。较早困较有眠啊。你要转去啊？我就是你困去。你有惊追星哦，还搁甲转去？惊，惊就会用啊，无爱转去啊是。我要来走。手机，你甲我讲，英山哪会袂来啦？伊根本就无介意我，对无？我真正足介意英山的。手机，你甲我讲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做啦？我想，蔡医师并毋是无介意你，伊只是较袂晓表达伊的感情啦。若是安尼，伊哪会食饭就无爱来吼？啊，伊本来就是一个怪人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你会蔡医
性格，伊毋知当时佫会做出佫较奇怪的代志。就是吼，去爱着遮尔奇怪的人，可能是我的不幸吼。你就是吼爱学袂现实我代志来吓惊你家己啦。你看，若照我的判断哦，12号发展哦，大概拢过是这个所在，就若毋是海边啊，就是这个山边。你安尼讲无毋对，多谢你的指点。哈，毋然安尼讲，大家互相交换经验嘛。阿阮啊，即摆安怎？已经困啊。哦，困就好啦。阿伯，张董事长，即摆已经足暗啊，我要来等啊。咁就找一个人陪你等。啊，毋免啦，阮兜足近的。哎，就金啊，总党的意思哦，是惊讲你转去哦，啊，恁翁会搁。不要紧啦，我已经惯势啊。是嘞哦。想袂到讲水星啊，会当娶到遐尼温顺的某。你言难尽啦，小欠者。讲这就是讲，有伫甲讲我做毋对代志。这是安怎讲？我开遐尔啊侪钱买即块土地，我会感觉是真爽快无毋对。也毋过，我想讲我的做法啊，会去害着秋金啊以后日子定真歹过。张大，你安尼讲我就无了解。照你讲起来，因以后有钱，日子应该会较好过啊。哦，你是咧惊讲因翁水星啊？无毋对啊，水星啊若无钱的时啊，伊拢会72变8九天。即摆若有钱了后，后壁毋知要舞啥物出头出来。惊惊的心无理由，我请你放心肝，对我讲袂想怎的。我应该爱等伊厝，我无应该来找伊。我是爱用啥物立场来找伊咧？秋金，歹势，遮尔暗来甲你较量。食饭气氛好无？你哪会无去？我无想要去啊。为虾米？无理由。我无想要去，就是无想要去。你无去，剩下靠我做伤心的。阿伯，还佫有总董事长，阮对你足失望的。若是安尼，我无去。你有啥物感觉？你还未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无感觉，我只是想要知影，今仔下暗到底是啥物天大地大的代志，来耽误遮尔重要的约会？你哪安尼辜负别人对你的好意？我只不过是守本分，唔敢空说梦想。我听无。假使我若接受春兰的感情，接受因阿爸甲总董事长的帮助来达成我的目的，安尼就变做讲是一种手段，无挽回互相利用的感觉。我了解啊，我嘛是足怨恨这种交换条件的感觉，迄是一种出的。
秋萍，你心内到底在想啥物？我咧想，拄则春晚遮尔失望，你实在是无应该伤害伊。我就是无想要伤害伊，我则无记错。我相信你安尼做，一定是有你的理由。也毋过别人无了解你啊。我不管别人对我有啥物看法，只要你若了解我就满足。咱两个做伙工作，我本来就较了解你啊。也毋过，我要讲你一句话：责任比幸福搁较重要。我听无。你毋是听无？你无决心，你根本就毋敢承担责任，你惊甲别人交往，惊别人了解你的想法，你毋敢相信别人，更加毋敢相信你家己。所以，你会认为甲春晚、甲庄董事长的交往，是人甲人咧互相利用。毋是互相利用，啊，若无是啥物？是互相欣赏、互相看成。蔡医师，你是一个人才，大家拢真欣赏你，你一定爱护初心，爱好好把握机会，实现你的理想。若无，实在是足无彩。我本来是要回去的，我嘛毋知是安怎，无缘无故，行对遮来，阁无缘无故，甲你讲遮个话，假使我若有讲毋对的所在，请你莫生气。秋瑾，真多谢你鼓励我，我永远记在心内。秋瑾啊，你转来啊！阿母，你哪坐伫遮困啊？我咧等你啊！啊，你无转来吼，我哪会敢去困啊？我会惊讲哦，这水声也毋对，若要起掠讲，安尼就害。哎呦，阿母啊！秋瑾啊，阿母甲你讲哦，为暗开始，你拢爱较困哈。行啦，来你的房间哦，摕枕头甲棉被哈。阿母，水声呢？应该困啊啦，你免惊啦。阿母伫你身躯边，你做咧放心啦吼。啊，啊人咧，啊明明就甲我讲要入来困，啊来无看人，啊是毋是搁甲我走出去啊？秋瑾啊，阿母，是毋是最先倒来有甲你讲啥物？最先是无甲我讲啥啦，不过哦，我真安尼哪想哦，安尼心肝太啊，哪惊呢？惊啥物？秋瑾啊，我哪想讲哦，我这个长底家囝袂考的，我下摆食了吼，一定会真凄惨。较早吼，我拢一直甲水声啊当作讲是无法度离骹手的囡仔，这万项代志拢替伊做，
替伊想。也毋过最近，我发觉到讲我安尼做，敢若毋对啊。因为水仙已经大汉啊，伊有家己的主张，而且伊的心机嘛真重，佫无爱互人知影讲伊心肝内咧受啥。你敢无发觉到？我即嘛干那烦恼水仙拍我尔，其他的代志我拢毋捌想过。